Robot kills. The robot will often say my name, but not robot will remain. 所以他也没告诉你他去哪了。哎，你也知道长途电话，给家里打个电话也没人接，找他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昨天咱们看他头不舒服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昨天我为了捡东西，不小心卡在了滑梯里，长安为了拉我出来，被我拖了下去，不知道有没有害他受伤啊？司仪陈浩轩，你们过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跟你们讲，很重要的事情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我前一天被一个 AI 缠住了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所以那天你见到我们三个，我是说，你是见到我才那么害怕的吗？其实，岁月，你干嘛摆出那种表情啊？你的眼睛，我不是随玉，我是002。现在我需要你帮我找001。所以你不是我们找的001，那真正的001是你的好朋友夏长安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救我，所以请务必告诉他，我在找他。所以，我其实是因为看见安安哥才害怕的。我一直在想，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 AI 了呢？以前那个安安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过奇怪的是，郑老师不允许我告诉 AI 管理局的人。啊？那他有告诉你原因吗？没有，当时来不及解释。郑老师把小苏打粉和面粉都调包了，我以为他是针对我们。那郑老师不让你告诉 AI 管理局的人，难道是为了保护长安吗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跑了这一趟。主任，我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是吧？我在新加坡找你找的真的好辛苦，我几乎走遍了每条街道、每个巷子。没想到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阿姨给不了我需要的金元，也一直反对我的计划。我必须从别的地方去寻找资金去完成它。那嫂子和玉玉知道吗？为了科学，就总得有牺牲。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。看他们母子生活的那么辛苦，我不懂为什么这叫保护。我这样做就不用再被阿姨那些什么所谓的原则呀、规矩所左右了。我当初接着出差，制造失踪，就是因为国外已经答应了给我所有研究所必须要的资金，还有保护。
我帮助他们制造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 AI。我以这个为借口，可以拿到所有的资金，还有时间去完成我那些个所有最伟大的科学梦想。如果这些被阿姨知道了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嫂子还有玉玉的。那夏博士和袁博士呢？既然您已经和世界上最伟大的 AI 智能领域的专家合作了，怎么会需要我呢？夏曦和袁和晴，他们的确是最擅长赋予 AI 灵魂。但是也正是那些所谓的什么原则，去阻碍了他们实现伟大科学的各种可能性。但是你不同，你行事果断，作风明快，你没有任何的包袱。所以我想请你加入我，就好像当年我们在 RE 一样，我们一起合作，可以制造出这个世界上最高端的 AI 来。最高端的 AI。对，只要你愿意，明天我们就可以进行 SOL 002的所有研究计划。002。对，002。你妈妈也给你取过名字吗？我有名字，叫什么？宝贝。那你姓什么？宝贝。不是，我说你的名字。宝贝。宝贝，过来。我是我妈妈的第12个宝贝。那我就先走了啊！再见啊！你身上没有任何伤疤或者胎记，刚头凿了好久，才在你的牙齿里找到你的开关，并替你重新开机。他们是不是经常找理由带你去看牙医？那个牙医是不是也知道你的事情？那个牙医是谁？他是不是知道怎么救你？牙医是我舅舅。那你舅舅在哪里？或者说，牙医诊所在哪里？我舅舅，他是不会知道怎么救我们的，连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舅舅怎么可能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我
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同类。So 002，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干嘛？我要找你的设计者夏老师和袁老师，只有他们才能救我，以及你。我们的电量消耗很严重，如果不及时充电，像你这样在大街上闲逛，是很危险的。不要胡说八道！我明明是人，哪里是什么？你现在跟我一样，都是超少年。超少年？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？你会发现你视力变好，步伐变轻盈，力量变大，思考东西也只需要1秒钟。刚才帮你充电的时候，我把你的阈值调高了，很快你就会习惯，并且爱上这股强大的力量。这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和在乎的人去做任何事情。你也有在乎的人？就是你啊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同类，我们2个是最聪明、最厉害的 AI。我不是 AI， 我是人。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身体里暴露出来的线，我已经帮你接回去了，暂时不用担心漏电的危险。只要我们解除了身体里的 Anti-Mosimo Program 的限制，我们就可以去做任何事情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你刚才不是体验过当超少年的感觉了吗？那种强大的力量，可以让我们离开这些讨厌我们的人。我是人，不是 AI。我有自己的家人，我也不要跟你一样。001，你不能这样出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年轻人，你怎么莽莽撞撞的？哎，你是 AI， 为什么眼睛不是红色的？他的眼睛是蓝色的，他就是新闻里说会攻击人的 AI。对，老婆，小心点，他是会攻击人的 AI 啊！你走开！跟他干嘛？你要对老婆做什么？哎，不要让他跑！走开！离我远一点！跑了！走开！他是个 AI， 抓住他！抓住 AI！ 他快要跑了！抓住那个怪物啊！害人了！快抓住他！好可怕的怪物！抓住那个怪物！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7月24日乐视视频全网首播。
快把路让给人！